各位奇聞百態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你哋嘅主播阿峰。話說最近喺美國政壇吹起咗一股好詭異、好匪夷所思嘅減肥風暴，而呢場風暴嘅核心主角就係現年72歲嘅美國衛生部長小金迪。最近佢喺政界同媒體面前高調宣自己揾到一種類似長生不老藥嘅減肥神物。佢聲稱自己每日朝早6點半，太陽都未曬到羅柚嘅時候，就要準時吞下呢樣嘢。結果你估點樣？喺短短20日之內，佢竟然激減20磅，大約9公斤。更誇張嘅係，佢仲去埋做精密嘅身體檢查。報告顯示，佢腹部深層最難搞、最容易引發糖尿病同心血管疾病嘅內臟脂肪，竟然在20天內大跌咗40%。呢個數據一出，簡直震驚咗成個華盛頓。你以為咁就完？未算，呢位衛生部長仲好似賣電視廣告咁，話自從食咗呢樣神物之後，連佢多年嚟嘅心律不正問題同埋老人家常見嘅關節酸痛都神奇地一齊消失埋。佢依家行路都大風，個人精神到可以一拳打死一隻牛咁勁喎。佢對呢樣嘢嘅瘋狂同迷戀程度已經去到一個近乎走火入魔嘅地步。據佢身邊嘅工作人員透露，佢依家出街同老婆去高級餐廳用膳，望住 menu 上啲米芝蓮大廚精心烹調嘅精緻菜式，佢一律擺手搖頭。相反，佢會命令佢老婆將呢樣嘢嘅罐頭藏喺名牌手袋入面，好似毒販帶白粉咁偷偷摸摸帶入餐廳。當侍應轉身嗰陣，佢就即刻吱一聲打開罐頭，成兜倒落隻碟度加餸，食得津津有味。而最搞笑、最黑色幽默嘅係，呢股政壇邪教式嘅飲食風暴，竟然好似中咗病毒咁喺白宮內部瘋狂蔓延。連美國副總統范斯同埋多位內閣核心成員見到小金迪個身形由阿伯變回型男，都紛紛話要跟進，甚至私底下請教佢。到底呢樣咁神奇，令到美國政界集體瘋狂，甚至願意喺高檔餐廳失儀都要食嘅神物係乜？答案揭曉咪就係我哋平時去美式餐廳食熱狗，或者去德國餐廳食德國脆皮豬手時，擺喺碟旁邊嗰堆酸到爆嘅德式酸菜。呢個新聞一出，成個國際醫學界同營養學界簡直係炸開咗喎。食安專家韋恩同埋多位美國認證營養師即刻出嚟做嘢，發表聯署報告同分析，幫成班俾政客誤導嘅善男信女拆解呢個所謂酸菜神話背後嘅真正科學原理。一、德式酸菜係咪真係咁神？佢到底有咩營養價值？專家首先客觀咁肯定，德式酸菜確實係一種唔錯嘅健康食品，有佢一定嘅科學好處，超低熱量、超高纖維。德式酸菜本質上就係捲心菜、椰菜，它嘅熱量極低，但含有非常豐富嘅膳食纖維。當你食一碗落肚，體積龐大嘅纖維會喺胃入面吸水膨脹，直接撐爆你個胃，向大腦發出我飽啦嘅信號，帶來極大嘅飽足感，自然令你食唔落其他高熱量嘅嘢。天然發酵嘅益生菌寶庫，因為正宗嘅德式酸菜係純粹用鹽葉經過長時間自然發酵製成嘅。喺發酵過程中會產生大量嘅乳酸菌，如果冇經過高溫殺菌，呢啲活性益生菌入到腸道，可以有效改善腸道微生態，促進腸胃蠕動，幫你清走宿便。腸道健康咗，身體嘅慢性發炎自然會減少。二、20日減20磅，內臟脂肪少40%嘅底牌真相。專家拆解出最合理嘅底牌真相，呢個根本唔係酸菜嘅魔力，而是它整體飲食形態產生咗顛覆性嘅改變。經過深入調查，小金迪每日朝早6點半唔係單純乾吞一盤酸菜，佢嘅固定早餐其實係德式酸菜配一大塊頂級牛排。佢之所以能喺20日內暴瘦，真正嘅功臣係因為他創造咗極大嘅熱量赤字，體內嘅碳水化合物耗盡，身體逼住燃燒脂肪去產生能量，而嗰堆德式酸菜喺呢個過程中發揮嘅作用，其實只係一個間接嘅高級配角，負責幫佢提供纖維、增加飽足感，同埋等佢唔好因為瘋狂食肉而造成嚴重便秘而已。三、專家嚴厲警告，盲目跟風以下3類人隨時揾命搏：高鈉地雷、高血壓、心臟病、腎病高危群組。酸菜係用大量食鹽去壓榨脫水同發酵嘅，
根據營養數據，僅僅一杯嘅德式酸菜入面嘅鈉含量可能就高達1000毫克。各位，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成人一日嘅鈉攝取上限都只係2300毫克。如果本身有高血壓或者腎功能唔好，每日咁樣瘋狂吃法，內臟脂肪未減，你嘅血壓就已經升到爆血管，加重腎臟衰竭嘅速度。組織胺不耐症患者，所有發酵食品，包括酸菜、芝士、紅酒，喺發酵過程中都會釋放大量嘅組織胺。如果身體缺乏分解組織胺嘅酶，食完之後就會引發嚴重的過敏反應，包括劇烈頭痛、慢性暈眩、皮膚起蕁麻疹，甚至局部慢性疼痛。初期腸胃功能弱、容易脹氣嘅人，酸菜屬於發酵植物，含有多種含硫化合物。如果平時少食纖維嘅人，突然間一日3餐狂吞酸菜，腸道入面嘅細菌一時間無法適應，會產生大量氣體，到時你個肚會好似個毒氣彈咁，脹氣到肚痛，仲會不斷放極度惡臭嘅屁，嚴重影響社交生活。唔使靠酸菜，阿峰私房秘笈5個真正科學嘅減肥建議。聽完專家嘅拆解，大家應該清醒晒啦。減肥呢條路最緊要係行得長遠，行得舒服，同埋行得健康。千祈唔好盲目跟風，餐餐食酸菜或者搞極端絕食。與其寄望一兩樣奇奇怪怪嘅減肥神物，不如跟住阿峰，我為大家精心整理，結合現代醫學同運動科學嘅5個真正實用嘅減肥核心方法。方法1：鐵律中的鐵律，創造熱量赤字 （Calorie Deficit）。無論世界各地發明咗幾多種古怪嘅飲食法，好似咩生酮飲食、要6-8斷食、地中海飲食，甚至今次嘅酸菜飲食，佢哋背後能成功減肥嘅底層邏輯，永遠只有一個：攝取嘅熱量少於消耗嘅熱量。科學操作，阿峰建議大家唔需要一下子絕食，你可以下載一啲免費嘅飲食記錄 App， 例如 MyFitnessPal， 將自己每日食過嘅嘢、飲過嘅手搖飲品如實輸入進去。微雕習慣，當你清楚知道自己食咗幾多熱量之後，每餐只需要微調少食15%至20%。例如以前食一碟乾炒牛河，依家改食鮮牛肉湯米粉。以前食飯要裝到成座山咁，依家輕輕裝大半碗，將肥肉去皮。只要每日穩定創造300至500卡路里嘅熱量缺口，你唔使挨餓，體重都會好自然、好穩定咁跌落去。方法2：顛覆常規，調整飲食順序，實行菜肉飯原則。好多人減肥失敗係因為食得太痛苦，餐餐都要同自己嘅食做對抗。其實有時你根本唔需要刻意減少食量，只需要改變你拿筷子夾菜嘅先後次序，就能帶來神奇嘅減脂效果。第一步，先食蔬菜纖維層。開飯嘅時候，第一件事係瘋狂夾蔬菜、菇類或者青瓜，利用膳食纖維鋪滿你嘅胃壁。纖維可以延緩胃排空嘅速度，仲可以喺小腸形成一道屏障，阻隔轉頭進食嘅糖分同脂肪避過快吸收。第二步，再食蛋白質，飽足咁來源。食完菜之後，開始食肉、魚蛋或者豆腐。蛋白質消化嘅時間比較長，而且可以刺激身體分泌飽足荷爾蒙，令你嘅大腦接收到我已經好滿足嘅信號，同時確保減肥過程中唔會流失寶貴嘅肌肉。第三步，最後才食澱粉、碳水化合物。當你食完菜同肉，其實個胃已經有7-8成飽，呢個時候你再去食白飯、麵條或者麵包。因為前面有纖維同蛋白質頂住，你體內嘅胰島素、儲存脂肪嘅荷爾蒙絕對唔會暴升暴跌，血糖極度平穩。而且因為你已經飽飽地，不自覺就會減少食精緻澱粉嘅份量，輕輕鬆鬆就控制好血糖同脂肪合成。方法3：成本最低嘅消脂藥，多飲水，徹底戒掉液體熱量。如果問阿峰，世上最有效、成本最低、完全免費用嘅減肥神物係咩？我一定會答你：清水。戒絕手搖飲品與包裝飲料。各位，精製糖同果糖糖漿係不折不扣嘅液體熱量，佢哋唔需要經過胃部慢慢消化，一飲落肚，小腸直接吸收，幾分鐘內就送入肝臟，轉化成最難減嘅內臟脂肪。餐前飲一杯水，500毫升。人體嘅生理機制好搞笑，負責掌管口渴同肚餓嘅，
大腦神經中樞係同一個地方，你只要喺食飯前15分鐘飲一杯500毫升嘅暖水，就可以有效幫大腦清醒返。水分可以填補部分胃部空間，避免你喺正餐嗰陣因為飢餓感而暴飲暴食，仲可以無形中提升你當天嘅新陳代謝率。方法4，打造不老易瘦體質，結合咗力訓練與有氧運動。好多女仔或者初學者減肥，第一個反應就係去跑運動場或者去健身室踩跑步機，踩到大汗淋漓，雙腳發軟。純有氧運動雖然喺當下可以幫你燃燒脂肪，但如果長期只做有氧而唔做重訓，身體會好聰明咁認為你個人經常要長途奔跑，肌肉太重太耗能啦，不如流失啲肌肉啦。肌肉一旦流失，你嘅基礎代謝率 BMR 就會好似股市咁崩盤大跌。到時你只要一停止跑步或者稍微食多一啖飯，身體就會瘋狂反彈，變得比以前更肥。加入重訓阻力訓練，每2到3次。阻力訓練唔一定係要去健身室舉幾百磅鐵，喺屋企做深蹲、squats 掌上壓、push-ups， 或者買條彈力帶做核心訓練都得。配搭適量有氧運動。喺做完重訓之後，配搭20到30分鐘嘅中低強度有氧運動，例如快走、慢跑、游水或者踩單車。呢個時候體內嘅糖原已經消耗得差唔多，身體會直接調動脂肪出來燃燒，消脂效果直接翻倍。方法5，瞓覺都可以瘦嘅秘密：充足睡眠，學會減少壓力。睡眠不足會變肥。當你通宵熬夜或者每日瞓少過6個鐘頭嘅時候，你身體入面嘅荷爾蒙會徹底失控，負責刺激食嘅飢餓素會直線飆升，而負責釋放飽足信號嘅瘦素則會跌入谷底。呢個就係點解你每次熬夜到凌晨1、2點，意志力就會全面崩潰，瘋狂想叫外賣食麥當勞炸雞、薯條或者公仔麵嘅背後生理原因。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恐之處。當你長期處於工作壓力、財政壓力或者精神焦慮之中，大腦會命令副腎皮質分泌大量嘅皮質醇，呢個俗稱壓力荷爾蒙。皮質醇最中意做嘅事就是將你全身嘅脂肪集中囤積喺你嘅內臟周圍，保護身體應對外在危機。所以好多高層或者長期壓力大嘅打工仔，就算食得唔多，都會有一個好頑固嘅壓力肥肚腩。阿峰建議大家每日無論幾忙，都要強制自己瞓足7至8個鐘頭，保持心情放鬆，學會適當釋放壓力。瞓得好，你身體嘅代謝自然正常，減肥效果絕對事半功倍。不過減肥咁大件事，建議大定都係要問翻相關專業人士先決定點做，咁先係對自己最大保障。好啦，聽阿峰我吹咗咁耐，講咗咁多詳細嘅科學分析，我用主播嘅身份一針見血，毫無保留咁同大家總結呢個新聞背後嘅核心真相。核心真相就是呢個世界上根本就冇任何不勞而獲嘅減肥神物，唯一長久有效嘅方法只有科學嘅熱量卡路里數字嘅加減數方程式加上健康生活習慣。為咗等大家可以更加深刻、更加容易去記住呢個核心真相，阿峰最後同大家講個風趣幽默嘅網絡小笑話，等大家輕鬆一下。話說喺香港某間茶餐廳，有一個重達250磅嘅大肥佬，滿面愁容咁去睇一個名醫。肥佬好無奈咁同醫生講：醫生啊，我想減肥啊，但我個人呢一見到美食就控制唔到自己，我又極度討厭做運動，行2步都嫌喘氣。你有冇咩好似美國衛生部長講嘅政壇神物可以幫到我走捷徑啊？醫生望一望佢，推一推眼鏡，對眼突然間發出好似執到寶咁嘅光芒，拍拍佢膊頭話：有，當然有，最近美國政壇高層最興呢樣嘢。你只要由今日開始，每日3餐喺食任何正餐之前，都必須逼自己食一大碟毫無切碎、連埋原汁原味、天然鹽醃發酵嘅客家鹹酸菜。我保證你20日之內絕對瘦20磅以上。肥佬聽完之後，雙眼發光，興奮到成個人跳起。哇，真係咁神奇！醫生，咁食完鹹酸菜之後呢？我正餐可以食咩啊？我係咪可以繼續食我最愛嘅乾炒牛河、紅燒乳鴿同埋雙重芝士大肉腸薄餅啊？
醫生冷笑咗一聲，搖搖頭，非常淡定咁答佢：食完一餐咁鹹、鈉含量高到爆表嘅原子鹹酸菜之後，我保證你條脷同埋個胃已經麻木晒，你嘅後半生基本上只能夠瞓喺醫院嘅深切治療部入面，靠吊鹽水同埋1個星期洗3次腎咁樣度過。到時你每日排隊入手術室，插滿晒大大小小嘅喉管，唔單止你腹部嘅內臟脂肪全部冇晒，連你體內嗰2個腎都未必保得住。你話咁樣嘅減肥方法瘦得快唔快、徹唔徹底？呢個笑話雖然有啲極端，但佢血淋淋咁話俾大家聽一個道理：如果盲目去相信單一食物可以減肥嘅奇，盲目去追隨政客口中嘅養生神話，到頭來你減走嘅可能根本唔係你身上嘅肥肉同脂肪，而係你最寶貴、用多錢都買唔返嘅身體健康啊！健康減肥腳踏實地先係王道。如果大家都覺得今次呢個話題夠爆嘅話，記得幫主播阿峰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討論一下，仲有要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仲未訂閱頻道嘅朋友記得撳埋訂閱同打開小鈴鐺，咁你先唔會錯過最新嘅奇聞百態趣事好啦。我哋下期影片再見，拜拜。